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联合时间嘅欢喜看8月6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民进党5号伫新营体育场举办台南市长甲议员参选人的联合誓师大会，会中总统兼民进党主席传文正式授记予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甲37位议员参选人。传文表示，台南市民进党执政上大骄傲，呼吁大家爱团结，甲黄伟哲送入去台南市政府。2018民进党候选人授旗誓师大会，由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为每一位台南市员候选人授旗，予因满满信心来面对这届选战。其中，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更是重点人物。总统蔡英文特别强调，黄伟哲有丰富的学历甲经历，也请大家爱做伙支持伊，将伊送入去台南市政府。我对伟哲非常有信心。伊就是咱的台南的主地，阮学生的时代就投入政治，别人是10年磨一剑，伊是30年磨一剑。伊准备一世人，就是在争取一个机会，会使替咱的台南来拍拼。所以为着一定会在咱的热市场的基础之上，做啊搁较好，互大家的日子过搁较好。所以，咱是不是可以上大的支持，好唔好啊？好唔好？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也表示，会伫咧前辈所打造的基础之下，让台南市变甲更好。该甲你欢喜，该甲你甘愿，该甲你感觉较好，安尼你才有做事。怎样有错好，把成立定定，所领导咱的民进党政府。就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步来改革起来，让咱的百姓过较好，给咱做较好，你讲对不对？这场选举造势现场有将近2000位的民众到场支持，因的热情也让民进党对选情相当看好。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目前位伫河义公园边爱园台南刑务所顶3地高级范围，司法已经同意移交予市府来接管。对此，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表示，若个加上附近的司法博物馆，这个司法文化园区，伊若当选将做整体规划充分活化。为着要了解并规划未来司法文化园区的建立。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甲济市议员参选人，拢到现场来勘察，听出建筑博士专家陈信安讲解这寡司法古迹建筑伊的历史背景，甲伊目前的重要性。这一个首长官舍，因为它的当时指定登录的时候，跟这几栋的时间，隔了好几年，所以后来它是用那个历史建筑的身份，所以。比较有趣的是，这一区的几个古迹历史建筑里面，位阶最高的一栋，它的文资身份最低，它是历史建筑。然后其他这几个，包括官舍啦、药道馆跟合宿，通通都是古迹。所以这也是当时呢，因为我们的文资的一个审议的一个关系，所以说造成有一些落差。无论是原本的台南刑务所、药道馆、中官宿舍等等的这寡所在。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拢认为应该好好啊破除围墙啊，重新规划并开放，用来见证这段历史。从历史的意义啊，衍生到时代的意义，也就是说，在这个园区，基本上交8年事件，发生在狱警，判决是判决在这边的刑务所。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将来这个刑务所的园区，因为有些很多都是这个日据时期的这个。历史建筑以及古迹，所以说我们觉得是有必要加以活化。今天大家看到许许多的围篱，那表示说这个古迹已经是非常这个危险了，甚至于不适合一般游客接近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把它围起来。可是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办法。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应该把古迹给复原，而且能够用尽所有的方式来整修。一方面让在地人跟知道过去的历史。
让外地的人能看到这一片美丽的建筑以及园区，能够跟地方法院园区，能够跟蓝晒图园区，还有孔庙诸多的园区，能够把它连成一气，让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园区能够完整。目前这个古迹拢是老旧，而且乱糟糟。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杨伟霆表示，除了开始进行整理规划以外，伊也会向文化部争取更多资源，借由建立并活化司法文化园区，来让大台南的观光内容会当更加丰富。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发出新台南起义的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书博，要将考核化作行动，6号伫关帝殿宣布9号开始将展开专设行程，伫1个月内行遍大台南37区。过程当中，嘛将邀请前总统马英九等人开讲，同时串联所不满的情绪，希望伫11月24用选票推翻民进党执政。你们这样说而已，我们这些里面也是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对，很认真过。阮家拢唔忙饮水，真正拢无照顾台南市，事实嘞，这我敢讲。房屋税一直涨，不知道涨到不合理。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书博表示，民进党伫咧台南市执政25冬，已经反背真侪固有的传统价值，尤其近年来的房屋税、空屋法以及湿地法等等的争议。已经造成真侪人民的不满，因此伊着恢复台南过去优良传统为目标，将选举的主题定做新台南起义，并宣布对9号开始，将会陆续来邀请到国民党内底名人，做伙到台南市各区来开讲，甲选民博感情，争取因的认同。其实自用房屋应该要免房屋税，那你现在是用房屋税法去涨这个全台湾的县市，大家知道这个法律上有问题，所以大家不敢去这样涨。只有我们台南市为了 Q 税金，所以房屋税不但是这样涨，而且还是违法的情况下这样涨，这个是破坏家庭的一个成立的基础。我们台南市也在空屋法这个通过以后，我们划定了很多空气品质保护区，这个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计，让开卡车的、让用机车的代步去上班的人。以后很多都不能进入台南市的空气品质保护区，这个影响到很多人的生计。我们的渔民在海边，他们的渔温很多会因为湿地法的关系，所以使用上受到很多的限制。这个是不是妨碍到他们的生计？我认为这个也是。我们的农民在山边，他们很多人以种凤梨是当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生计的来源。凤梨的价格怎么样？前一阵子大家很清楚，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暴政具体的事情，我们就不要讲无形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台南市凭什么执行灭香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台南市公庙最重要的一个传统。我们凭什么执行灭香？所以有形无形的这些价值都在一步一步的被破坏。我们就是要起义，恢复这些传统。高书博团队表示，8月9号同港，前总统马英九将会率先来到新营扫街，并举办座谈。另外，要规划党主席吴敦义负责大内3上区，前主席朱立伦伫咧永康区，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负责台南市区，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主打南关线，前行政院长张善政伫咧善化区，大家要共心，要来拍赢选战。台南新闻专员总采访报道。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书博对决定参选迄刻，就积极找出咱在地优秀的学者专家，不断开会讨论，陆续推出对咱台南市政的蓝图，累计到达已经有20项有关交通、教育、观光加经济发展等等的政见，而且拢公布伫高书博官方网站，希望争取选民认同。台南市未来的文化观光产业发展，甚至是有利政策等等，一寡针对台南未来的市政蓝图规划，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书博以及伊的竞选团队，大部分拢已经规划完成，因也借由着记者会向市民朋友来报告。在这个市长选举里面发表政策是一个必要的事情，但是如果就宣传或者是这个文宣的效果事实上常常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花很大量的这个人力，然后呢也要请非常多的学界的好朋友来帮忙。
但是它的不一定是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都知道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市长选举里面，这个是一个必要啊，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们也认为这个事情是对市民朋友一个负责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报告，我们所有的这个选举中，这场选举里面的这个政策发表，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目标。高斯博竞选团队学者专家，因除了甲高斯博深度讨论以外，嘛亲自走访台南每一个角落，了解民情，才一点一滴规划出这20个政见。我们发现，民进党在台南长期执政，让我们的市民对市政真的是敢怒不敢言。但是我们也不气馁，我们一步一脚印，师伯用他的使命感跟理念，感动了这些市民，感动这些选民，他们愿意对我们娓娓道来。因为我们的理念跟使命感是什么？师伯常常讲，在他的参选生命里面也有，就是我们要恢复台南人重传统、讲是非、顾家庭的一个价值。我敢在这边大声的各位报告，我们所有的政见都是苦民所苦的捷径。在咧提出20项完整政见的同时，高斯博也再次质疑黄伟哲对台南未来规划无够完整，甚至侪政见拢朝中央的政策。高斯博批评黄伟哲根本就是咧拍选战，都无用心伫咧市政这方面。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伫民政局的业务报告甲质询当中，在议员拢关心南山公墓的迁葬甲殡葬专会进度。因进前有媒体报道，南山公墓伫地面上的墓地超过5万个，市府初估恐惊50栋嘛迁袂完。这款消息一放送，引发侪议员不满。议员林美燕以高雄鼎金甲台北公墓为例。鼎金公墓占地45公顷，迁徙7万外座的公墓，只用了4冬的时间。不过台南山公墓，市府竟然初估需要50年的时间，引发这位议员的不满，认为行政效率未免相差。对此，民政局代理局长林正禄回应，并无像媒体报道需要50冬，而且头期的规划甲迁葬费用嘛拢编列，正伫咧进行当中。高雄顶金它的面积45公顷。因为叠船架屋，地上跟地下总共74500座。他原来有规定，议定啊，4、5他们规定要6年把它完成，结果4大概完成，4年完成了。台北公墓啦，以43公顷，它里面的数量有4万。民国88年到102年，他们14年再去做进行。还有啦，我们南山公墓啦，103公顷，5万老寿量虽然我们面积比较大，但是我们的数量比高雄顶金还少，比台北公墓多了一点点。我们既然透过媒体跟我讲说要用50年，借问我们效率在6都里面，我们真的差到这个地步吗？中华南路这边啊周围我们都列为优先在迁葬的范围。尤其阮即摆用的今年3600万，明年3000万，就是要增到殡葬专区这里，较紧来做活化，较紧把咱旧的殡仪馆，较紧来迁过来。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在做，所以我们速度一直在加紧。我知影讲议员怪关心咱往生者的这个尊荣嘛，所以我嘛共款，阮市府嘛是讲怪关心，所以阮即摆甲速度叫阮加紧行较紧要迁葬完成。除了南山公墓的迁葬甲殡葬专区的设立，另外殡葬所所推动的电子晚年政策。议员曾玉珠却认为政策并无一概到位，目前只有大厅有设电子晚年，和平堂的部分却压力。对此，民政局回应，目前该政策正伫咧试营运，等待年底验收，会甲软体公司来研究，将线路延伸到所有的和平堂。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虽然民政局伫议会一再呼吁有讲过迁葬爱开50栋，不过议员刘维英嘛要求民政局一定要对外讲好清楚，避免引发民众无必要的误解。就是因为这篇报道有某一位市长参选人讲要伫南山公墓举办 Crazy Friday， 甚至夜市顶，扬言真紧的时间就用将南山公墓来迁徙完毕。
不过市府却初估需要50年，不但在野党的议员看袂落去，就连执政党议员吕维英也要求公部门一定要对外说明清楚。伫热清朝市长咧执政的时阵，嘛有做西门路以西，即马嘛已经咧进行迁移，你嘛已经差不多过一段路啊。对，所以你要清楚利用即阵的时间，甲咱的即个大会报告嘛透过电视机头前，互即个咱南区的居民会当清楚了解咱即马南山公墓迁移的进度嘛。所以我要甲即个局长询问的，伫西门以西，以恁即段时间的经验，迄个所在，恁大概这个公告几门的这个墓地需要迁移？我们整个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迁移。事实上，6个月可不可以完成？事实上，6个月依我的见解是不可能完成的啊，因为你还要公告，你查户完毕以后，你要先公告家属来这里来领补偿费，然后赶快自行去迁移，迁葬完毕。然后第一次完毕没有了，我们要再继续公告第二次，再通知他。除了迁葬的议题，另外议员吕维英也关心民间的习俗扩钱路设立。因为咱市到目前为止拢无一个合法的扩钱路，对此民政局回应，将伫个旧的火葬场附近找找土地，由公家来出土地，以私办私营的方式经营。目前嘛正对外招商公告当中。台南新闻林跟郭博义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鼓励长辈时代行出户外嘛体验台湾的水，由总家东森旅游甲各发会所用心规划花样巴士节目，除了要带长辈游台湾，更特别的是主持人花样玩卡，嘛是由长辈来担任。透过全台湾的选拔，邀请阿公阿嬷勇敢秀出家己，嘛欢迎家里逝世，鼓励时代踊跃报名。鼓励长者走出来体验台湾之美，由中家东森旅游及高发会细密筹划的花样巴士节目，将带着长者遨游台湾。更特别是主持人将由长辈担纲，有感于社会责任与使命。中家集团推出的银发节目，要带爷爷奶奶玩遍台湾。我们中家集团非常致力于银发生活的提升。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所有比较熟龄的收视户都能够从家里看电视以外走出家中，然后一起跟我们参与这些户外的活动。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跟一直致力于熟龄活化的高发会，跟致力于在地旅游的东森旅游，我们共同协办了一个活动，叫做花样巴士的节目，借由在台湾的旅游，去体验更多不一样的台湾生活。东森旅游精心设计了10条国内主题旅游行程，以定点旅游，强调漫步践行，让爷爷奶奶从活动中了解历史景点，增加知识，感受乐活学习的教育意义。由花样玩咖带领爷爷奶奶一起来实际体验，我们包装了像是一些闯关游戏啦，还有一些体验活动啦，然后实际的展现出爷爷奶奶们他们的灵活度。如果您对这样的旅游行程也有兴趣的话，当然也欢迎大家搭乘花样巴士。灵魂人物由长辈担纲，因此由台湾高龄化政策暨产业发展协会主导的海选活动即日展开。理事长邀请长者们走出来，挥别孤独，感受世间的美好。孤独跟寂寞是现代社会高龄化以后的重大的问题。
英国还设了一个孤独大臣来解决这个高龄者孤独的问题。那么这次很好，就是中嘉跟东省旅游，我们希望找一些高龄者能够带领，那么一起旅游的时候呢，可以办很多的活动，可以把高龄者呢，变成一个互动的有社会连结的团体。花样玩咖即日起开始征件，预计9月中进行复审，9月底安排培训课程，透过一连串专业培训及考验，让爷爷奶奶能够勇敢秀出自己，就算是素人也能成为专业的花样玩咖。欢迎有兴趣的爷爷奶奶前来投履历哦。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由乡主村甲三广有线电视所主办的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比赛，今日已经迈入第12届。其中南区初赛4号暗时伫南区登场，总共50位选手报名参加，竞争相当的激烈。最后中青组甲社会组分别由施水福甲谢妙仪摕下初赛第1名。下面最后来看精彩回顾。在南区妇女会李干事团队爵士舞曲的欢乐带动之下，在地有线电视乡主村三广王主办的用电视爱社区 BB 宽频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南区初赛4号暗时伫咧南区区公所头前盛大来登场。今年迈入第12届，用着全新的规则，也邀请全新的评审阵容，希望用无同款的模样来呈现出乡主村三广王有线电视行动创新的定力。最近拢安尼，一直伫咱这个数位化这边遮伫咧做新的一寡开发，甲做新的一寡较好的服务，甲咱一般的用户大家当来一个安尼活动。APP 这个平台来迄款的，互大家甲公司这边遮会当讲足好的相容的一个活动。哦，你只要是讲伫阮的平台等的。遮若你有去下载，看要咱你手机咱智慧型的手机拢会当去下载，去使用，若要使用阮现场有人员遐会甲你解说。这个下载这个 APP 的一个款的网站时，对你咧使用到阮公司的需求，阮公司的任何的状况，有需啥物一寡活动，怎啊拢会伫阮这 APP 顶内拢看会到。所以讲。而且这迄款的大家，若伫现场若无清楚的，我见阮了有摊位，大家拢中去询问。这场卡拉 OK 初赛由济贵宾前来共享盛举，市员林美燕、市员李文静、市员罗坤福、市员蔡淑辉，也阁有济里长拢到场来相听，互场面非常盛大。这场卡拉 OK 南区初赛，大家以我会友，当时经过一暗的竞争以后，最后成绩出炉。中青组第1名施水福，第2名林全成，第3名黄炳辉，优胜1号林凤金，优胜2号李宏安。社会组第1名谢妙仪，第2名蔡仲坤，第3名柯淑华，优胜1号谢伯庸，优胜2号尤泰生。各组的前3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一杯酒来饮好吗？吞了小心的酒窝，为何咱的爱已变破？我爱你，难怀疑，想念那情。今年用全新的方式去进行，更加特别的是，伫咧总决赛当中，若得到前3名，也可以当到专业的录音室来录歌，体验唱片、歌手迄款高水准待遇。后一场的北区初赛定伫咧8月18号，但富安宫头前的广场来举办，也欢迎民众到场为参赛者来加油打气。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晚
在是这本有时乌阴地转全国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93成，海面平均风力12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8月6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